迄个起飞。伫因特内引起争议的商战飞机座位的设计师讲，伊大哥较确定，迄个起飞座经济舱可能是履行上黑暗的部分。伫一排10尖尖的座位缺几点钟，可能互人艰苦甲叫毋敢，几分钟感觉若像几啊工。就是安尼，阿里汉德罗卢内是为现地设计一个创新的商战经济舱座位的原型，互每位乘客较侪空间，阁毋免减少航班的旅客数。合作马车做的即个设计，本月较早伫德国汉堡飞机内总 Expo 展览了，伫社交媒体得到激烈的反应。这早前 Insider 有报道，根据 Insider 另外一篇文章 ，TikToker 看似特别怪异的骗到顶面摆乘客的臭屁。毋过，最近接受 Insider 采访的时，卫线地讲，真侪航空公司和制造商拢对即个设计有兴趣。除了你伫因特内发现的遐个好耍的批评以外，整体的反应非常正面，而且我大搁较确定，这个起飞，伊讲。